对吗？先找个好地方。那今天我哋开始，俾大家意见，他来做一个移动。那有新啊，对移动的相关，对，对，本这个时间下来，
三块基督，现在三块基督，无出啥好呀。我的阿爸爸啊，伫我的故乡台湾，伫你受难的日，迄天伫花莲，而且有出代志，死失将共超过50人，是啊，你会听，听到伊也感受到因死失的亲人，处理也无伊，无想伊，因为阮的确毋知你的旨意是何，所以阮伫遮就诚心恳求主眷顾伊，了活的人，互伊的心能有当安静的过来，主你的灵恩，爱帮我所主要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的声在叫阮，阮时常有阮的耳仔，好听到你的声，因为阮心内的杂事真多，总是阮看见你的恩典这么大，因甚至是耶稣来降世，为伫世间传道。虽然这个人会幸福，这个人会恶恼，这个人的意外，都是魔鬼的作工。你讲，伊就爱定就是顺从你的意思来救阮的灵魂。主啊，我若想到这点，我心内感动。我要做什么来报答你？我唔知，总是阮知手一项，为主你做工拍拼。来讲你的话，无论伫阮的兄弟姊妹、朋友亲戚的中间，会当见证你的存在，互阮会当明白，迄两支钉仔钉伫耶稣的手是甚物目的，甲阮有甚物关系？主啊，阮实在是伫你的面前，阮真无够，因为阮实在是真软弱，就叫你帮助阮，互阮进步。虽然阮伫世间有做做利益，做做引诱，也采取拄着做做见证艰苦凝重的事，但是阮若想到阮甲耶稣来比，伊是你的囝，你甘心互伊受遮尔多的苦难，阮实在是真正爱伫你的面前，搁较反省阮家己，搁较来跟对耶稣，跑走你所爱愿的行的路。毋是阮竞选的，是你的竞选的；毋是阮的旨意，是你的旨意。主啊，我若无够的，愿你见证我。主啊，我若常常看到阮无来暗无暗暗，迄内底的连续，迄内底的事实，迄内底的，都是我若想，伊遐的艰苦心，要失志的时，你会找你的圣才来甲阮讲。外口，耶稣无伫遮啦，耶稣已经过我啦。主啊，我迄个时阵，这个真大的鼓励甲安慰。主啊，耶稣，你来过我伫我的心，你帮助我，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你帮助我，我行困难的时，你看我，完全就伫死荫山谷的时，你无离开我。主啊，你要看我，做安行。我一生的路上，交代伫你的手，就你互我就是人生有充满喜乐，因为你搁活了，你活伫我的心内。我知影迄两支钉仔是为着什么？主啊，你帮助我，互我无空空，互耶稣苦空空过去，互耶稣的阳光搁活空空。主啊，你帮助阮，互阮显出你的光，甲显出你的关联，互
互阮会当做伫即个世间，虽然是黑暗，都是毋通看无来。互阮会抬头看你，因为外口充满光明。我今仔即个聚会，求你甲阮三甲一个，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互咱信息伫阮的内底做工，互阮会当活出你的法。虽然有灾害，亲像台湾安尼，总是主啊，迄个是世间的代志。我即几日仔在想，都是一个月后检察就会去，这就是世间。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抓着这个时阵。这个时阵，为你做工，因为阮什么时机会要无去，阮毋知。由你甲阮参加伫个，到时我记你的心，记你的面的时，我袂见袂到甲我见相，我要互你学落，永远是你心中的主如地如土。今日来我爱厝，甲阮同齐做，我一路快乐。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个聚会。求你甲阮三甲一个，互阮每一个人有信心、有灵，即完成啦。我来将今仔日个聚会交在伫你的手，现在有人病痛，现在有人信心软弱，主你无力，你若甲你同在，别项拢会好势。感谢你的恩典，求你赐福我今仔日到伫你的面前，也是无来伫你的面前，无来伫遮伫处理，因为。种种的关系，就是你也甲你三甲一个，甲阮三甲一个，我来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彼时，犹大做伊的圣所，以色列做伊的邦国。大海看去就逃走，约旦河也流倒转，大山丢跳，亲像羊孔；细山丢跳，亲像羊仔囝。大海啊，你为啥代志逃走？约旦河，你为啥代志流倒转？大山啊，你怎样丢跳，亲像羊孔；细山啊，你怎样丢跳，亲像羊仔？地啊，你见着主的面，见着雅各的上帝的面，就尿尿喘。请咱献归圣诗，圣诗131首，救主国外的早起，来吟诗学乐。圣诗131首，请起立。首，救主国外的早起。
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来自伊对圣神投胎，对地大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以粒罗人来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告啊，就天这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耶稣神化王接世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度，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要用教导的方式来契解用。启应文第23篇，启应文23篇也是诗篇118篇。我来读，请恁来念。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咧，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你就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
这时咱要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49节。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49节。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下，名以马五，离耶路撒冷25里。因三甲谈论所见过隆重的事，因咧谈论的时间时，耶稣本身近我，甲因三甲行。因2人眉目滴到未认得伊。伊对因讲：恁行的是三甲辩论的是啥物话？就徛咧面带忧容，其中一个名吉老巴应伊讲：你兼单身出外伫耶路撒冷，也毋知近日伫遐所经过的事嘛？伊甲因讲：啥物事啊？因甲伊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伊是先知人伫上帝甲众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权能，也遐个这时头甲咱的时代，该送伊去定死罪，定伊伫十字架。若是阮平素的望伊，就是迄个要赎回以色列的。毋若安尼，搁遮的事情已经3日了。搁阮中间骨仔的负责人，互阮真戆影，因为因拍佛光到梦里，无看见伊的身尸，就来讲，因有看见天使出现，甲伊讲告啊。阮中间有几多人到梦里，果然看见照负责人所讲的，总是无看见伊。耶稣对因讲：毋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怎样毋信啊？基督受这的艰苦来入伊的荣光，敢毋是应该嘛？就对摩西甲众先知去，既若圣经所指伊的，拢甲因改名，将军所去的乡下，耶稣亲像要行较远，2人强留伊讲，请到阮大，时已经晚，日要落啦，伊就入去要甲因大。三甲坐倒时，耶稣摕饼祝谢，爬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连米阁无看见。因就三甲讲：老弟，伊甲咱讲话，开这圣经的事，咱的心减无热嘛？就即时起身，倒去耶路撒冷，拄着11个学生甲当地的人聚集。你讲，自古人国外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2人也讲起伫路里所拄着的事，甲伫爬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因咧讲的这个话的时，耶稣本身徛伫因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因戆影搁惊，掠做所看见的是神，伊就甲因讲。恁啥事如乱，心内生起摇疑啊！就看我的手，我的脚，就是我分身，望我就知，因为神无骨无肉，叫恁看见，我拢是有。讲安尼，就将手脚互因看。阿先为着欢喜的缘故，犹久无信。搁在奇怪，伊甲因讲：恁遮有啥物通食无？因就将背的鱼一片互伊，伊摕去
当因的面前食伊，就对因讲：这个就是我要求甲恁伫地时所对恁讲的话。讲既若伫摩西的律法，甲我甲这的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之外的话，拢的确应验，就开因的心窍，互因会晓悟这个圣经，佮甲因讲，有安尼记载，基督受苦第3日对世人中国话，也反悔甲赦罪道理，要伫伊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恁做这个代志的干净。也我要找我的爸所应允的到伫恁，总是恁着伫即个城，天后对顶面落来的权能，亲像衫甲恁穿。我来读现代中文译本。同一天，门徒中有2人要到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玛乌斯，离开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同他们一起走。他们看见他，却不认得他。耶稣问他们：“你们一边走，一边谈论些什么？”他们就站住，满脸愁容。其中一个名叫格留巴的问耶稣：“难道你是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不知道这几天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的人？”耶稣说：“什么事？”他们回答：“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那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说话、做事都有力量。我们的祭司长和首领竟把他解去，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盼望他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不但如此，这事发生已经3天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一早到墓穴那里去，没有看到他的身尸。他们回来报告说，他们看见了天使，而天使告诉他们，耶稣活着。我们当中有人到墓穴去看，发现一切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看见他。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可真蠢啊！对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为什么会觉得那么难信呢？基督不是必须经过这一切才进入荣耀吗？”于是他根据摩西和先知所写的，开始向他们解释圣经上有关于自己的一切的记载。他们走进了所要去的村子，耶稣似乎还要继续赶路，他们却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黑了，请和我们住下。”耶稣就进去要与他们住下。他们坐下来要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向上帝感谢了，然后拨开饼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忽然开了，这才认出他来。但是耶稣忽然不见了。他们彼此说，他在路上向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立刻动身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们看见11个使徒和另外一些人聚集在一起，正在说话。主真的复活了，他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那2人也把路上所遇见的和他们怎么样在主拨开饼的时候认出他来的经过，告诉大家。
他们正在讲论这些事，忽然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惊慌站立，以为见到了幽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烦恼的呢？为什么心里疑惑呢？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摸一摸我，你们就知道幽灵是没有肉、没有骨头。你们看，我是有的。”他这样子说，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还不敢相信，却是惊喜焦急。他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拿一片烤鱼给他，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这一切事就是从前我和你们一起的时候告诉过你们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叙述关于我的每一件事必须实现。”于是他们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你们就是这些有事的见证人。我要亲自把我父所应许的事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那从天上来的能力临到你们。以上凡上帝赐福伊所启示的话，这是咱要请牧师来祈祷去证道。伊今日所要带来的信息是显现。咱各位来祈祷，慈悲听到阮的祈拜，阮伫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2000几年前，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你钉死伫十字架，你也为着阮来割活，你将这个新割活的活命赏赐予阮，叫每一个相信跟对你的人会通得到救。主，阮特别伫你的面前，要恳求主你的恩典甲怜悯来降落伫台湾花莲所发生伫受难日所发生这个火车的事故伫人的疏忽的中间，造成有侪人丧失生命，也有更较侪的人因的身躯来得到伤害。伫这个救灾中间，阮也感谢你看见侪救灾的人员，甚至有侪志愿的人，伊一边来协助提供需要的帮衬。主啊，阮求你的怜悯甲一定的人三甲地地，也互因会通伫遐来得到主你的医治甲看顾。伫这个灾难的中间，阮也搁一摆来看见，主，阮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甲阮三甲地地，也互阮会通借着你的恩典来度过这个灾难甲困难。阮也求主你来继续看顾。阮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有你的同在甲保守。主，阮也看见伫昨伫加州有将近5000个人来确诊，伫这个起起落落的疫情的中间，你来保守阮，也互阮会通知爱谨慎来保守阮家己。阮伫为阮各活的日子，三甲主的圣殿来对你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主，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主你亲自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我的名圣，你的国度，你的旨意是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日阮，下面阮的罪，亲像阮的人，无得从阮去，
就救阮脱离这歹，与国关联延根一起的事。阿门。大家平安。先感谢咱大家伫我无伫转去台湾的这中间，会关心甲带导吼，也真平安转来吼。也感谢主敬兄今仔日的经文真长啦吼，真歹势。要甲大家三角分享，是伫国外了后所发生的代志吼。伫即个圣经的记载，特别是路加福音的记载中间，咱会通看见着路加福音这段的记载，实在是一个真完整的一个记载啦吼。对于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内底，咱看见着有两个门徒要对耶路撒冷去到伫即个以马忤的所在。耶稣伫迄个所在显现，伫即个记载中间，咱有看到耶稣显现伫三个所在。第一个就是甲即两个学生同行，伊伫遐显现。然后伊佫有讲到即个有一阵妇人人去到伫坟墓伫天不光的时阵，就去到即个坟墓，但是已经无看到。耶稣的身尸伫即个坟墓内底，当然这伫约翰路加福音甲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有淡薄仔无共款，连伊伫续接的即个讲道的中间，牧师会小可说明一下吼。然后就是讲到耶稣伫正学生伫即个房间底自习的时阵，伫遐来显现的代志。咱也有真足看到今仔日个经文的记载，当耶稣甲即两个学生伫遐三角食的时阵，伊伫遐来掰饼，食了后，即两个学生忽然间认出即个人就是耶稣，是因的老师的时阵，耶稣忽然间就无去啊。然后，当即两个人走去到伫耶路撒冷咧，甲即个学生要讲的时阵，耶稣就忽然间出现伫因的中间。其实，这个咧甲咱说明，耶稣伫国外耶稣显现的时阵，就是一个无受到空间所限制的一个上帝。但是呢，对于这个学生来讲，这个就是亲像因看到耶稣出现的时阵，应该当作参像一个鬼魂共款。咱台语的圣经讲神啦吼，但是伫现代中文译本即个翻译讲是一个幽灵吼。伫原文咧讲即个灵的意思，其实就是咧讲鬼魂吼。咱会记得当耶稣伫行水面的时阵，伊学生看到伊，甲伊当作看到鬼，迄个是字是共一个字啦吼。咱今仔日要对路加福音这段的经文来，倒转来看伫福音书中间，耶稣有几摆显现，搁活了显现伫学生甲正人的中间吼。头起先咱就是对遮来看着讲，耶稣甲即两个门徒行做伙，要往即个以马忤的路上吼。中文翻译是四个字以马忤斯啦吼。好，咱来看卖啊吼，即两个学生基本上咱敢若知影一个人的名，即个人就是有甲耶稣对话。伊的名叫刘巴吼，叫刘巴。另外一个无讲到名吼，但是即两个学生因毋是12个使徒吼，毋是12个使徒。那照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就是讲，当因甲耶稣做伙三角八饼食饭了后，耶稣无去，因就赶紧去找学生。那照记载甲咱讲，即个第32节。
的所在，33节的所在，即两个学生去到伫即个房间底，已经看到11个使徒伫遐，所以知影即两个门徒毋是伫12个使徒内底，而且咱知影因的名无伫12个使徒内底。啊，到底因是伫倒一群的门徒内底？圣经无甲咱交代啦，吼，啊，咱嘛无法度解清楚吼。但是咱知影讲，即两个嘛真对耶稣的代志真知影，但是对圣经的预言无解清楚。然后第二个咱要看见的就是讲，因即个以马五的路上来行，照圣经甲咱讲，差不多11公里的距离啦，吼。啊，以马五到底伫倒位吼？咱无啥清楚。到伫现在，圣经的考古学嘛无法度解清楚甲咱讲吼。因为即马目前有找着6个以上真有可能的所在，但是也无法度一个真清楚的定论。啊，这就好咱亲像伫拜五牧师咧甲咱讲，即个苦路的14站，即个所在是毋是真正耶稣时代所行的？其实嘛无法度解确定，但是就是讲咱用迄个地点来做纪念，安尼一个象征的意思吼。伫圣经希腊文咧讲到即个11公里吼，即个字也是讲25里的即个字吼，伫希腊文的话叫做stadion 吼 stadion。啊 stadion 来讲，伫罗马时代是差不多是8分8分咱讲10分来讲的是8分8/10的罗马的1迈啦吼。迄个时代的迄个寸尺来讲啦吼。这是偌长吼？应该是讲一个运动场的长啦吼。是安怎讲？这个原文希腊文的音吼叫做 stadium， 咱即马来看就是 stadium 这个字是对遐来啦吼，是对遐来。伊是一个当初时的一个寸尺吼，就是约差不多11公里的距离安尼吼。我小可互咱了解一下吼。当耶稣咧问讲，恁拄则咧讲的时阵，恁咧讲什么代志？然后即两个人就面带忧容吼，就是安尼真无悲伤、无欢喜的时阵，来甲伊讲着、说明着即个拜五所发生的代志。伫咧讲的时阵，伊就讲你敢是即个出外的人，你唯一毋知影即个代志吼？意思是讲。即个代志是伫耶路撒冷拜五中间是真重要的一项事啦吼。但是照圣经，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甲咱讲，即两个人看到耶稣，却毋捌伊啦吼，却毋捌伊，袂认得伊的意思啦吼。像咱咧讲即两个人差目吼，袂晓认人啦。是咱咧讲吼，因照台语的圣经讲，因两个迷目吼，就是讲目睭去看袂明，还是讲袂晓认人吼。伫这个时阵，因无法度认耶稣，就是因所跟对迄个耶稣吼。了后，耶稣就开始甲因解说摩西的经典，甲即个先知书吼。伫这记载是伫25节到27节吼。耶稣对因讲：无伫的人先知所讲一切话，恁会心怎样毋信啊？基督受遮的艰苦来入伊的阳光，敢应该信嘛吼？耶稣就甲因解说遮的代志吼，但是因犹原还无解清楚。当因到伫因的目的地时阵，耶稣就要搁继续往前来行。因就强留耶稣来食饭，强留一个甲因同行的人，也是人客，其实是犹太人
伫即个咱咧讲抗亚沙漠地区的一个真普通的文化。咱会记哩阿伯拉罕接待3个使者吼，其实这是一个文化吼。咱若有机会去到伫中东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因足好客，毋是讲因真正足好客，就是讲迄个所在就无方便，所以因伫迄个天要暗的时，拢会甲因所拄着的人客来甲伊留落来。所以耶稣啊留落来，甲因做伙食饭，做伙掰饼。伫咧掰饼的中间，因才去发现讲，回想起来，这个耶稣就是因所军队耶稣。但是遮牧师要提一个问题吼，最后的晚餐迄一天王牧师咧问讲，迄个是咧咧讲到即个最后晚餐的时阵是拜四吼，咧讲到拜四，这是David提出来问吼，即个圣餐应该是倒一天举行啦吼，王牧师咧甲咱讲清楚，伫咧拜四吼，洗骹迄一日啦吼，对。伫洗骹迄一日是最后晚餐，但是偌济学生甲耶稣做伙掰饼，若照圣经记载是12个，即2个无伫12个人的中间，因要安怎伫即个掰饼来去感受着耶稣？即个问题，互咱思考吼，咱会阁来讲即个问题吼。好。伫这中间，因开始回想着耶稣甲因做伙，因为掰饼的关系，因当然掰饼，咱就是爱去思考着最后晚餐，耶稣甲因这11个使徒做伙，尾也剩这11个伫咧房间内底，然后因就讲着当。即个耶稣伫路上咧，甲咱讲圣经的时阵，咱心内火热。但心内火热，因犹原阁袂晓知影讲，这就是因所军队的老师吼。这个也会当用圣经咧讲，就讲咱毋通去消灭迄个圣神的感动。当圣神的感动你的时阵，你着爱去听圣神的话，圣神要甲咱讲什么话。当耶稣咧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咱是毋是犹原共款有听听无？甲即2个学生共款，因出现2个问题，一个是有看无，有听也听无。但是伫这个时阵，因心内火热了后，因知影了后，真通互咱学习的，就是伫33节到34节，甲咱讲，因即时来起来，就倒转去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看到11个使徒，甲另外一群的人伫即个房间底，拄咧讲着主真正阁活，已经显现互西门彼得看。即个就是咱讲阁活的见证，也是讲因伫迄个所在互相来验证，即2个人有经历着主的同在。彼得因也伫坟墓中间也看到，所以彼得这个人就来甲大家来分享讲，因看到耶稣阁活。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即2个人的其中一个叫做把伊讲着妇人人，互因真戆影。是安怎？伊讲即群人对第22节到24节的记载看，讲即群妇人人，互阮真戆影，是讲真惊奇。因伫天晡光的时阵，就到即个坟墓来去找耶稣。咱倒转来伫迄个记载中间，咱知影当耶稣断开了后，就有一个名叫约瑟的妇有的人。甲尼哥底母去甲耶稣的身躯领转去，即群妇人人拢缀伫边因就感觉讲即2个查甫人代志做袂好势，所以因就要倒转去来准备香膏，要来甲耶稣抹身躯。但是因为拄着天已经暗，是安息日的开始，所以因就爱等到安息日完。安息日当时完，就是
礼拜日就是第三日的透早天光的时阵，安息日才会结束吼，安息日才会结束。所以因就真真安尼要紧来伫天父光的时阵，去到伫坟墓，因想讲要来抹耶稣的身躯，嘛因为安尼因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对死搁活，因到伫迄个空的坟墓中间，有天使甲因讲伊无伫遮，也是讲天使甲因讲，恁啥事伫死人中间找活人吼。这是伫今仔日的经文第23节所讲的，但是咱若倒转去伫24章第8节迄个所在，咱就会当看见即阵的妇人人，因伫遐天使甲因讲吼，已经无伫遮的时阵，因就安那想起耶稣所讲的话，就好若亲像即两个人行伫以马五的路上的时阵，耶稣甲因讲的话了后，因想起来了，因才明白耶稣的预言吼。耶稣有几若摆预言，伊要死，要受苦，要死，要搁活，但是学生拢共款，有听无得吼，有听，但是无相信吼，无接受，也是讲，甚至因着完全着无明白啦吼，无明白，所以因无法度相信。所以因伫迄个所在看见天使甲因讲话，然后因着亲像即个图面甲咱讲，因着赶紧走去甲遮个使徒讲，耶稣已经对死搁活，然后着有彼得、约翰等的人去到伫坟墓，也见证着耶稣搁活，因为坟墓已经空，亲像今仔日即个吉留巴甲耶稣所讲的。好，当因去到即个坟墓的时，就亲像即个妇人人所讲的，耶稣的身躯已经无伫遐。吼，这就是即个吉留巴伊所说明，互即个耶稣知影。耶稣门徒显现，使徒显现，拢总几摆。咱今仔日的经文是比较较完整吼。伫四福音的中间，咧讲着以马五的路上，甲即两个使徒，伊也讲着妇人人，然后后壁就讲着耶稣甲即个门徒显现的代志。耶稣到底甲门徒显现有几摆，还是讲伊搁活了后显现拢总几摆？第一个咱知影就是甲即个妇人人伫空的坟墓中间。吼，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彼得因去看，吼，看无，但是还佫毋是显现哦，迄个时阵是搁活尔定吼。显现是安那？伫另外的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嘛伫即个坟墓马利亚即群妇人人显现，佮甲因讲安那？讲恁袂当忘我吼，因为我还未上天啦，吼，还未上天。以马五的路上来，即两个门徒来显现，这是一摆。耶稣伫房间底显现的时阵，照今仔日的记载，好若亲像是一摆尔定。但是咱若有机会去编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的所在，会当看见耶稣一摆。然后佫有第二摆，因为多马毋相信，了后耶稣佫一摆显现，伫24节到25节，多马讲我毋相信。26节到29节，耶稣第二摆显现，佫互多马来望伊即个钉仔所插的所在。吼，安尼就是已经3摆吼，已经3摆啊。毋但安尼尔，伫约翰福音佫接续咧21章15节到23节，耶稣佫一摆门徒来显现，佫一摆伫倒位？伫照圣经的记载讲，叫做提比利亚海，其实这就是加利利海。为什么伫遐显现？因为彼得甲一寡门徒因着安那失望啊，无盼望啊。
因就倒转去因原来诶生活，因伫遐继续过因家己认为对诶生活，伫遐来掠鱼啊。耶稣伫遐显现，甲因讲啊，恁掠无，着爱安怎拍网，然后佫伫遐捕鱼啊，迄个来互因食，吼了后佫有记载，耶稣来试验彼得听伊诶心，连续3摆问彼得讲：你有爱我吗？佫接续咧，咱看见伫今仔日路加福音24章诶上落尾诶时阵，有一段诶经文安尼讲，讲着伫耶稣对46节开始，耶稣诶受害了后第3日对世人中国话，恁着爱奉伊诶名，将悔改赦罪信息来传开，对耶路撒冷遍到伫万国吼。即个经文相款也出现伫《使徒行传》第1章诶所在。耶稣显现诶目的是要创啥？根据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咱一般咧讲18节到20节是一个大使命。所以当11个使徒伫加利利去诶时阵，因伫遐耶稣甲因三角见面，这也阁是另外一摆吼，耶稣诶显现吼。然后耶稣伫遐就将即个大使命来颁布互遮个门徒讲，伊讲天顶地下的权柄拢已经赏赐互我，所以恁着爱去做，互万民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我吩咐恁的，假是恁的，恁拢着爱教示因来遵守。我常常甲恁三个伫地，直到世界的末日吼。马可福音16章第14节到第18节，伫迄个所在嘛，佫一解甲咱讲到耶稣基督伊的11个门徒显现，来责备因是无相信的心内硬的人，互因伫遐佫一解来领受耶稣对因的呼召。15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安尼讲，恁着爱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民听，互遮个人因信，过来受洗礼，一定得着救吼。这个互咱所看到的。拄则咱讲到路加福音24章36节以后，咱也看到因所领受的。特别咱要来看见是，伫约翰福音所记载，甲咱讲的。遮个学生，因迄阵惊哦。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因共门是安那关起来是锁起来，关起来锁起来，所以门无拍开，耶稣伫遐来显现，表示伊是一个国活。毋但是安尼尔，耶稣佫互因摸，伊是有骨头的，佫会当甲因三角来认证，这是一个国活的主，毋是一个咱咧讲的迄个鬼神。耶稣伫遐来甲因讲是，伊是一个国活的上帝，所以伊要差遣因去传这个国活的福音。咱也看见耶稣查问彼得听伊的心了后，就甲彼得讲：你来养饲我的羊。这是一个呼召甲差遣。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11节。这是咱讲德玛的代志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11节，咧讲到因遮的使徒要去得到圣神的气力，这是第4甲第5。差遣因到伫地极去做见证，然后因就见证耶稣被接上天。耶稣的显现，毋是要来成做一个互人看见真奇异的事尔定。耶稣的显现，其实是要来提醒咱传福音的责任。咱定讲教会毋是门关起来的一个同乐会的一个所在，教会必须爱有一个宣教的使命伫遐。
会当去宣告，会当去将国外的福音来传遍伫即个普天的，伫咱周边未信主的人。当教会若失去即个功能，就是咱爱去重新来思考主互咱的呼召伫倒位。你耶稣显现伫国外了后，伊显现的目的，毋是要互人着惊，也毋是要互人感觉真奇异，伊是要过来一届提醒使徒甲所有的军队者。咱军队伊的是咱的呼召甲使命，伫即摆个图咱看见，来想一下，回想耶稣第一届拄着彼得的时阵，来呼召伊对伊行，甲讲迄句话：你对担了后，要得着人亲像鱼。这是一个呼召甲使命嘛，一个呼召甲使命。所以当咱经历着一个耶稣的受苦，伫即个期待中间，咱接受着伊国外的即个信息，即个好消息，然后咱也看到后壁的记载，耶稣门徒济摆的显现，伊每一摆的显现，拢搁一届提醒门徒，恁着爱受差遣，将即个国外的福音。即个好的信息来传遍伫天下，互人对咱来信即个国外的主。我想这是嘛对咱今仔日的一个提醒伫咱现代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咱看见伫虽然日台湾所发生即个灾难的中间，咱也看见一教会团体基督教的病院。马街病院的院牧，也是即个文乐病院的院牧，因拢到伫迄现场伫遐来将上帝安慰，也是讲尽所有会当帮助的来帮助这人。我想这就是领受国外的信息所领受的一个呼召。咱会通做啥？我想也是讲咱应该要做啥？这留互咱继续来思想。主国外的信息，毋是互咱着跳欢喜尔定，而是咱搁一届重新领受伊互咱的呼召，也愿上帝帮助咱做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来受定受苦死，埋葬于阴府的中间，然后国外。你也显现伫阮的中间，也爱阮来领受你的呼召，来去帮助一的人来认捌你。主，阮要帮助一人认捌你的进程，阮需要先家己来明白你互阮的呼召。求主你来继续带领阮的教会头前的路，也保守阮每一个人伫即个疫情中间有康健的身体，有喜乐的心。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咱即时要来领受主所赏赐互咱的即个圣礼典借着伊为着咱的牺牲伊留了即个典范互咱叫咱每一摆来领受伊的恩典的时，就来反省咱家己的生活，甲咱所行所讲的话。咱是毋是透过咱的所行所讲来互人得到利益？这是咱伫领受圣餐的时所爱思考的。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赏赐阮国外的活命。因为你甲阮讲，既然相信的人就要得到永生。主，阮求你来帮助阮，将这个国外的信息会当来甲一人来分享，将阮所得到的恩典甲快乐来成做别人的帮助甲祝福。阮伫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主你来带领阮头前的路，互阮会通伫
阮的身躯边来发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互阮会通来做好的见证。主啊，求你会稳定甲所有欠缺软弱的人三个地地，也互因啊平平领受这个国活的福音，也互因会通得到主你永远活的活命，甲因三个地地。愿领受这个圣礼顶的时，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决志，安尼祈祷，搁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受未迄暝，下饼注射了八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伊讲，恁逐摆食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然后伊着旁边讲，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咱先来领受主所互咱伊为着咱拍破的肉体。食了主搁旁边讲，这是我的身躯，这为着恁拍破的。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拄见，David， 你拜托你爱先甲即个麦克风开一下，拄则关起来，是嘞。对，谢谢。即时咱要来用吟诗来回应上帝对咱的赞。圣诗141首，圣诗141首，耶稣做咱牧者，请起立。第141首，耶稣做咱牧者。
那这是咱来奉献。长期的来给奉献的是。有人担心额头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使阮有福分，过来你的殿宇领受你的祝福。阮感谢你，你赐了你的独生囝，伊来担当阮的忧闷，陪阮的苦楚，搁受责罚，搁受罚。为着阮的过失来受伤，搁为着阮的罪来受害。伊担当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伊受鞭打，阮得到医好。搁耶和华搁将阮正人的罪归伫伊的身上，伊为着阮救赎阮。伊放杀伊的性命，替阮来死，流宝血来洗净阮的罪。就看卖这究极的疼，无限的疼。哈利路亚！感谢耶和华，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第3日后来过我，搁显现伫咱正人的中间，又应允赐了平安的福气，甲保卫赐互咱，来保护佮固守阮头前的路站。阮感谢耶稣基督为阮所做的一切，阮直接献上阮的感谢。愿主欢喜来感谢来采用，愿你的平安甲咱正人类同在。阮的祈求是奉永活的上帝
伊独生囝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请主管兄来，牧师，请牧师来关怀甲遗体交通。好，下边疫情吼，即马美国 CDC 吼，有咧讲过来即几礼拜有可能会较严重啦吼。照昨的确诊的人数来看，有影伫春假了后，即个人数开始搁举悬吼。咱嘛是爱做好咱的保护的动作啦吼。4月初伫台湾花莲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即个火车的事故吼。从即个意外其实是照看是人为的疏忽啦吼。造成50人死亡，100几个人的受伤吼。有真侪的教会，真侪的政治人物拢去伫关怀、伫帮忙的中间。咱也求上帝来安慰即个过世的人的即个家属吼，即受伤的求主来医治吼。即内底也有迄个原住民牧师的后生甲孙拢伫即内底死亡吼。咱也为着遮会继续来祈祷啦，特别也为着即个救难的人员来祈祷。伫咧救的即个中间，因所看到即个境况，对因来讲是一种心灵真大的打击吼。咱也盼望即个平安甲面三个平地吼。好，即个月只有一个受请，就是周牧师吼。咱念伊算是来唱生日歌啦吼。咱先来拍鼓啊吼。今仔搁偌济吼，咱感谢主，为着咱的罪来定死伫十字架，也透过伊会搁活，互咱来得救吼。这个是好消息的代志吼。好，咱今仔日有做伙来接受圣礼典，咱领受主的恩典，也搁一摆来思考咱家己的见证吼。搁一摆甲咱多谢啦吼，就是伫我无伫即几礼拜中间，逐个关心甲代祷。我本来想讲吼，美国拢无咧管吼，想讲今仔日要来说来教会讲道，结果CDC 就安尼。我台湾的手机号码嘛收到咱这边 CDC 的迄个text 吼，所以毋敢黑白走。10天内一定要伫厝里袂当出门安尼吼。好，再来咱的接续的拜五，咱有查经，咱会继续来查这个约翰一书吼，咱搁来查是要对第2章的18节到第3章的24节吼。拜五的阴暗7点半吼。咱这礼拜出席是18个人，受完日的出席12个人。歹势，这个奉献放伫后壁，这正确的伫遮吼。奉献是1980块，明细伫下骹遮，咱才家己看吼。好，这是后礼拜讲道的资料啦吼。咱就请侍奉的同工来做伙来。好，主席，咱请咱来读今日的经句，读2解。耶和华连根无地归互阮，无地归互阮，就因为你的出来甲诚实归于你的名。耶和华连根无地归互阮，无地归互阮，就因为你的出来甲诚实归于你的名。诗篇185篇第1节。这是咱们的吟唱言513首，
吟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愿主祝福保护你。 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但愿主的恩典甲咱三角地地，特别小事伊的安慰甲医治，伫遐花莲遮受灾死亡的家属内因的心内，愿主的平安也甲咱三角地地水直接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请坐，走甲别倒。